台湾雇主协会今仔日伫总统府头前集会抗议，认为目前的政策拢较歪向移工，较无顾到头家的权益，呼吁政府着要针对替换移工，搁有家庭安定就业费方面来检讨相关的机制。照护凌空庄。伫总统府头前大声喊口号，自渔业、制造业到适龄家庭雇主超过100人到现场声援。台湾雇主协会伫劳动节记灯天发动集会上街头，因不满国内政策偏向保障移工，颠倒予雇主的权益受损。 政府都说都是我们雇主不好，说我们雇主不好，我们虐待劳工。可是他才来1天，我怎么虐待他？倒霉的是我们了，我们花了钱，然后把外劳请来，结果他跑掉了，那倒霉的是谁？然后我们一直要付这些钱，这样子合理吗？是他要离开的，不是我们要求他离开，是他说他有中介帮他介绍，他有新的雇主，然后变成说我们有1个月、2个月的那个，就是要等那个退费。 因为就业服务法规定，只要若是请移工失联，至少就要等1个月管制期才能够申请。不过陈先生讲，政府将移工离开的责任拢怪予雇主，像伊安尼行动无方便，生活拢爱看护工照顾，就算干那一工，生活也真无方便。 逃逸一个，这个工厂3个月就不能再引进下一个，家庭1个月就不能引进下一个，这个是制度的规定。可是，在现实上，其实都超过1个月，超过3个月。这所有不管是工作还是这个照护的空窗，完全没有人在乎我们的这样的声音。那甲政府讲，照护时间是未等的，民间团体也希望免纳家庭安定就业费，唔通互雇主伫咧请移工了，一寡另外付1个月2000块以上的费用。希望政府一当重视这么制度的问题。 劳动部对这个问题进行不强调，会伫咧保障劳工权益、加兼顾雇主负担之间做一个平衡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